呢個環境咧，我覺得好怪。其實我同阿 Wendy 喺度夾檔冇人10分鐘啦，咁佢仲話佢實會喊添。其實咧，我諗翻呢個場景咧，我都覺得係有啲難過嘅，因為咧，我想講咧係好唔捨得大家。咁咧，其實平時同大家一齊成長啦，呢個團契咧，始終我記得我好多片段記得同大家一齊度過。咁特別因為特別你知中國人啦，好多弟兄姊妹嗰啲屋企人嘅喪禮咧，咁都通常喺我哋團契咧都要揾個即係弟兄出嚟帶住嘅。雖然 Sarah 同 Wendy 佢都有參與，咁所以我發覺咧，好多時候仲記得好多即係同大家度過難過嘅時間經歷啦。咁同埋都好多時候喺啲輔導室裏邊咧同大家傾談。咁所以感覺上我係覺得好唔捨得。咁就我冇好似有 Wendy 咁成日都有講。其實呢個最主要啦，我諗係咯。咁我平時有好多嘢講係咪？今日唔好識講嘢，唔好識講嘢，正正就表達咗我一種難捨嘅心情。我以前咧喺美國，就算離開，我去喺邊個環境裏邊咧，如果我離開嗰笪地方咧，通常我都會搞一個好開心嘅 party。咁啲人走晒之後咧，我就會喊。我記得我以前喺美國係咁嘅，離開之間嗰陣時咧就哇嗰晚成個開心嘅 party。咁啊唱歌俾人聽，咁啊完咗之後咧，第二日去機場嘅時候咧，就喺臨上機嗰陣時咧就喊餐飽。我真係咁嘅心情啊！咁長話短説啦，我想有一首歌送俾你哋。不過嗰首歌如果按照雷牧師今日分享個標準咧，10分係即真係合神心意。我覺得我嗰首改嘅歌係0分。不過頭先咧我問咗佢啦，佢都話唔緊要啦咁樣。咁我覺得因為一首歌咧其實係鼓勵你哋咧互助互勉。喺呢個團契裏邊咧，我記得好多人好多嘅恩情啦。咁我知道大家既然都咁愛戴，即係 Wendy 同我啦，即係其實呢種嘅愛咧，我哋銘記於心裏邊㗎。咁喺個過程中間咧，我都希望大家繼續嘅用你哋咁嘅愛咧去愛戴阿 Sarah 啦，同埋阿志根啦。因為咧喺恩情上邊咧，我好記得，即係其實我好記得，即係 Sarah 喺我生命裏邊嘅恩情。我記得好多時候咧喺團契一話要搬嘢嘅時候咧。好多時候我正想喐手去搬嘢嘅時候咧，佢就同啲弟兄姊妹講：你唔好喐，你唔好搬啊！費事又整親你腰骨啊！所以呢個恩典咧，其實我深深銘記喺裏邊。咁另外咧就所以多謝 Sarah 啦。咁另外咧就係阿志根咧，啱啱有機會嚟到我哋團契咧，就同佢星期日去探病啦。咁佢太太做嗰個5星珠十字架，哇！我即刻交俾佢啦。哇！佢果然功力勇猛，就可以用5星珠嘅十字架去講個福音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感恩。所以我好希望你哋咧繼續喺即係 Sarah 同埋阿志根導師嘅帶領底下咧，繼續嘅追求主，同埋咧繼續咧即係去擴展福音。咁喺我送呢首歌俾你哋之前咧，我都想我咧個人咧而家唔好識講嘢啦，而家咧我咧就想象徵式代表我心意，因為我成日喺度幻想緊呢個表達，即係呢個都係我最即係簡單直接表達方法。咁我就心安嘅代表啦，就當表叔叔表嬸嬸就係你哋團契代表啦。而家佢哋上嚟，咁咧我哋同你哋講咗喎。好嗱，其實本來咧我屋企幻想係咁嘅，咁叫佢哋有埋晒1男1女啦，咁表示公平係咪？費事啲人又話：呢個 Roger 係偏心嘅呢樣嗰樣。其實我通常咧同人送別嘅時候，通常就我通常就錫喺男嘅。咁其實就當我做咗一樣嘢啦 ，OK？ 咁尷尬係咪先？我咪變咗紅埋啦，係咪先？好，送呢首歌俾你哋。我唱第一節啊，牧師唔使彈咧，呢首高難唱，又高又低音，唱落去想死咁滯嘅。咁但係咧就第一段咧，我送俾你哋；第二段咧，你同我一齊唱；第三段咧就一齊唱，好唔好？不過要唱低音啲，就起手啦。歌名係咩啊？互助共互勉 ，OK？ 唔使音樂㗎啦。我清唱第一段，你哋試下聽下，不過好低音，好高一得好低嘛。愛念踏着前路去，追趕理想旅途上，路步懷着信，風吹雨打不困倦，無論你到哪方，心裏夢想不變。真正是醒覺，夢想永遠在世上，前路哪怕遠一轉鐘頭，你繼續仍然路向，常為你我夢想禱求，內心可索路途上，懷着信你永不
會渡河，都困倦人自來伴你，相信你向夢想裏尋，盡得跟住到難阻，路人路上會望你，驚嘆住把你扶助，路人誰能明白你？今天愛心光照着，回望過去痛與傷，因主伴你不退後，用歌聲，用歡笑，來得因主的拍掌。嗱，等我解釋下點解我哋一齊唱第二段。我知道咧，小朋友之間咧一定會繼續好忠心咧，帶住你哋成長。我雖然唔喺你身邊，不過咧我人係好有信心嘅。從來我離開嘅朋友咧，永遠都唔會離開我手指罅嘅。離開咗10幾年嘅朋友，我都係每年都去美國探佢。咁你哋仲好啦，我唔使美國探你係咪？個個禮拜都有教會見你，所以我係好有信心，我哋繼續咧會約食飯啦，一齊祈禱。我唔擔心呢樣嘢。不過我知道咧，屬靈呢條道路咧，有時係難行嘅，有時係疲倦嘅，有時甚至覺得孤單。但我想你哋覺得咧，唔好覺得孤單。喺團契裏邊咧，揾你嘅伙伴，揾你嘅導師咧，繼續走呢條天路，好嘛？所以第二段咧，我哋可以一齊唱啦，好嘛？我願踏着前路去，追趕理想旅途上，前行步步懷着心，風吹雨打不困倦，無論你去到哪方，心裏夢想不變樣，是真誠是情歌，夢想永遠在世上，前路哪怕越一處寬行，你繼續亦無盡路向，常為你我夢想禱求，內心可喪路上，為着信你永不會告破，都困倦讓主來伴你，將勝利向夢想裏尋，盡得因主個難阻，無人路上回望你，驚嘆主把你扶助，途人誰能明白你？今天愛心光照着，回望過去痛與傷，讓主伴你不退後，用歌聲，用歡笑，來得因主的拍掌。第3段，同行踏着前路去，緊跟主的愛和義，前行輔助共互勉，今天愛心光照着，回望過去痛與傷，因感互相的照亮，用真心，用禱告，來得因主的拍掌。為着信你永不會告破，都不斷因主來伴你，將勝利向夢想裏尋，盡得因主個難阻，同行踏着前路去，緊擁主的愛和義，前行輔助共互勉，照引主那正確方向，為着愛與主的心，一感互相的照亮，用歌聲，用歡笑，來得因主的拍掌，用真心，用禱告，來得因主的讚賞。所以每首歌都有頭先文牧師嘅分層嘅，我哋咧其實用真心用禱告咧去討神嘅喜悅，好唔好啊？我講到呢度啦。